2025年12月1日，前日我喺山西返香港，今日又係西九嘅高鐵站出發。今次係去廣東嘅梅州世界客都，主要係講述下客家人嘅歷史文化啦。大家都知道香港三大民系就係廣府人啦、潮州啦同埋客家人。咁客家人係點樣嚟嘅呢？如果我哋一路向上推呢，你知道所有嘅人啊都係由非洲走出嚟噶嘛？有科學證據嘅，呢個完全係。以前中國歷史書第一課一定係講北京人嘅。到咗而家呢，就雖然有講北京人，但係就冇將北京人呢聯繫到而家嘅中國歷史裏邊啦。換句話講呢，中間因為北京人係生活喺距離而家20萬到70萬年之前噶嘛。咁如果你要將北京人聯繫到現代嘅中國呢，咁中間嗰幾十萬年呢，你必須填補嗰個空白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嚟噶嚇，因為牽涉呢個政治正確嘅問題，所以我就唔喺度討論啦。因為印尼呢就唔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嘅，因為印尼都曾經發現過爪哇猿人嘅化石，但係你知道印尼人係唔係喺印尼本土度發展出嚟噶嘛？即係唔係喺當地進化出嚟噶嘛？呢個係公認噶嘛？咁所以呢，佢哋嘅教科書點寫我就唔清楚啦，但係一定唔會堅持話爪哇人就係而家印尼人嘅祖先，佢哋一定唔會咁講嘅。唔信你可以去查下歷史記載呢，客家人嘅祖先呢，就應該喺呢個魏晉八王之亂嘅時候呢，就開始南下遷移到廣東嘅。之後當然歷朝歷代都有移民潮啦，佢哋嚟到江西、福建甚至廣東呢，都係有記載㗎歷史上邊。不過咁，因為而家科學發達，我哋考古呢或者歷史呢就多咗一啲輔助工具，包括呢個 DNA 嘅分析。睇下呢本書裏邊係有提及客家人嘅源流嘅。唔講得太複雜啦，佢用 DNA 採集到嘅證據呢，就係話現代客家人呢，其實呢就係同中國其他地方嘅漢人啊，係一個同父異母嘅關係啊。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比喻啫。因為你知道古代社會啦，係一夫多妻嘅。咁同埋咧，漢人南下嘅時候咧，佢係會同當地嘅原住民啊，即係會發生一個基因嘅交換嘅，即係會有一個下一代產生嘅。咁你知道中國由呢個交趾到會稽，即係由浙江到而家越南北部咧，都係百越之地啊嘛。咁換句話講咧，客家人咧嘅基因裏邊咧係混雜咗有好多百越民族嘅血統喺裏邊。咁我哋睇下呢一個字啊，讀斜。而家沙田都有一個地方叫禾輋嘅，輋其實就係呢個百越民族裏邊其中一個種族嚟㗎。而家你去潮州或者係客家嘅地方咧，仍會揾到輋族。
嘅存在嘅。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呢本書。咁另外，大家如果對於我以前幾十年前喺中大讀書嘅時候遇見靈異事件嘅經歷有興趣，亦都可以買我本書嚟睇下㗎喎。睇下幾多啲金鋪、銀樓聽唔聽到對面嗰啲音樂聲啊？不過太夜就費事行過對面啦，太多人。我係住呢間酒店嘅，係5星級㗎，聽講。呢條購物街都幾長啊，多數做食嘢。頭先嗰條橫街呢，就係賣首飾，有周大福啊咁樣。嚟到呢邊就靜啦，地攤經濟都幾繁榮啊。金魚啊，咁夜啦，嗰邊咧有啲賣葱啊、賣菜啊、賣花生嘅都有。賣生果。而家係夜晚8點幾，街上邊都幾熱鬧嘅。聽日我會去一個比較出名嘅古蹟啦，叫做人口溫公祠。聽講呢就係嘉靖年間嘅。都有400-500年歷史㗎啦。有人話阿知世先生，點解你成日去埋呢咁嘅地方啊？冇人睇嘅喎，你呢啲嘢。我覺得人民歷史呢，我哋係應該知道嘅。好似我最近啱啱去完山西咁樣啦，咁去完山西返香港嘅時候呢，就經過一個地方叫正定。咁當然導遊就暗示啦，有啲嘢我即係問佢啦，我話喂，呢個宋代喎，呢個塔點解我哋唔入去睇下？咁佢暗示，咁我就知道咩事啦。所以就好多嘢其實係因為旅遊所以搞出嚟。但係有啲嘢呢就搞唔到嘅，譬如我研究知道呢，正定原來係呢個趙佗啊，南越王趙佗嘅家鄉，因為佢係河北人嚟㗎。咁返嚟2日冇幾耐啦，我搭高鐵呢，就竟然經過龍村喎。龍村其實就係趙佗俾秦始皇派嚟香港嘅時候呢，佢同任囂呢，就係喺嗰度叫佗城啊。收尾佢係喺嗰度起家嘅，所以有好多嘢你如果唔識歷史嘅話呢，你係唔會知道嘅，係咪幾有趣呢？酒店旁邊有間星巴克。好，而家因為我嚟嘅時候冇拍到啦，而家我食完飯返嚟呢，就走入酒店嗰度影下個大堂。唔
貴嘅，雖然係5星級酒店。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個酒店大堂係咪好 grand 呢？咁我住呢2晚酒店呢，就冇包早餐嘅，唯到都係上啲網站訂呢，都係400蚊唔使。咁我食完飯呢，就諗住返嚟去下做 gym 嘅，咁睇下個 gym 先嚇。OK 啦，應該有嘅嘢都有啊。嚟一個 home tour 啊！我入住嘅時候就冇影到，咁返嚟食完飯返嚟呢，就影返俾大家睇一睇間酒店嘅設施，都唔錯嘅。2025年12月2日瞓醒一覺啦，而家係朝頭早8點15分。尋晚出嚟行夜街嘅時候呢，對面就黑掹掹㗎，但係就好嘈啦。原來係一個公園嚟嘅。咁見到街上邊呢啲車啊人啊都比較多。其實琴晚我都見到㗎啦，有人拖住啲狗啊咁樣喺度散步，好中產啊，係咪？但係梅州市呢，喺我印象中咧，其實個經濟非常之唔發達嘅一個地方嚟嘅喎，人均收入係比較低嘅，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琴晚咁多夜攤經濟喺度。今日我會去一個古蹟，明朝嘅古蹟啦，叫仁厚溫公寺，係一個祠堂嚟嘅。呢個梅州昌盛豪生大酒店，入住感覺點樣？OK 啊，設施係足夠嘅，但係住客唔多啊。你會發覺行出街係好難揾到西式早餐食嘅，甚至中式早餐都係困難啊。咁只能夠返去酒店食自助早餐。我見到好多都係街上邊呢啲小販攞住2個撐啊咁樣賣粥啊咁樣。呢個係酒店嘅早餐。你會發覺行出街係好難揾到西式早餐食嘅，甚至中式早餐都係困難啊。咁只能夠返去酒店食自助早餐。我見到好多都係街上邊呢啲小販攞住2個撐啊咁樣賣粥啊咁樣。呢個係酒店嘅早餐。丙村村名嘅由來，據說係同香港呢個宋皇台個歷史背景好相似嘅，就係宋朝滅亡嘅時候呢，最後一個皇帝宋帝昺曾經係經過呢度嘅，即係駐紮過喺呢度嘅。喺酒店 call 咗滴滴出行，行咗1個鐘頭到，
咁嗰位司機姐姐就帶咗我哋嚟人口溫公祠，但係而家佢個名咧係叫做群峰大夫第嘅，就喺呢度。我開頭諗住個門口會係好 grand，有一個好大嘅牌匾咁樣，有華表咁樣，但係其實就唔係嘅，係好低調。哦，呢度有個寫咗人口溫公祠，三宴加升，六龍世宅咁樣。人口溫公祠，官方嘅名稱應該係叫群峰大夫第。不過根據知世先生嘅認知啊，因為人口溫公祠係明代嘅建築物啊嘛，我所知道嘅就係姓溫嘅人呢，喺明朝到現今都冇乜人做大官嘅。所謂大夫第，唔知佢嗰個由來係乜嘢啊？明朝做到最大嘅官就叫做溫體仁啦。咁啊，因為明朝朱元璋係廢咗宰相嘅，溫體仁就唔係客家人嚟嘅，佢係浙江人。咁啊，佢喺內閣首輔嗰度咧做咗成8年嘅，善於黨爭，排擠異己，深得崇禎皇帝嘅信任。其實內閣首輔咧，係咩意思咧？佢就係明代內閣大學士裏邊嘅首席領導啊，負責協調內閣意見，就參與機務決策。咁所以咧，其實個職能就同宰相係一樣噶啦。不過老實講，喺明朝做官咧係好大鑊嘅嘢嚟噶，唔係咁盞嘅咋。因為淨係根據統計咧，崇禎皇帝咧，哇係，總共殺咗幾多大臣啊？總督7個，巡撫就11個，有一個就自殺嘅。兵部尚書有5個，一係被殺或者係逼死。首輔就2個。2品以上嘅高官咧，至少幾十人，難以統計。啊，呢個係 AI 話俾我聽啊。咁廷杖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崇禎嗰一朝有噶啦。明朝係不嬲對嗰啲官員咧上庭嘅時候咧講錯嘢啊，或者皇帝唔高興咧就廷杖。廷杖唔係打咁簡單啦，除咗條褲嚟打噶，老細。呢個祠堂啦，裝啲香爐睇有冇香味。哦，呢個係祠堂，問下佢先。
好奇怪，成個圍籠屋呢，而家係處於冇人住嘅狀態。呢棵鐵樹就好有名啦，聽講有幾百年。鐵樹旁邊嘅房間呢係有人住嘅。阿叔好，可以住啊？這個要住，你帶人。你需買地方。見到有啲房呢，裏邊係有人。但係就唔知個業權係點樣計。兩棵鐵樹幾大？撞到一位阿姐係印尼華僑嚟嘅，咁佢見到我哋周圍影就同我哋打招呼，原來佢係呢度姓温嘅，咁就主動好熱情咁樣帶我哋去佢間屋嗰度個天棚影落嚟。嗱，而家我哋見到呢啲新嘅呢係4圍，即係呢個圍籠屋嘅第4圍，但係已經係拆咗噶啦，或者係年久失修已經冇咗啦。呢度係第3圍。第2圍、第1圍，咁就跟住見到祠堂裏邊，係佢係識講白話嘅，所以我都聽得明。佢話佢太公係有好多屋嘅喎，呢度有一棟5間，包括佢自己起嘅。咁當然係新屋啦。而家佢話呢度因為申請咗世遺呢，所以政府呢就係有幫手撥款維修呢度嘅。如果有成400-500年嘅遺跡，如果由得佢咁樣老化啊，咁樣呢就係好可惜嘅事。離遠見到幾個煙囪呢係電廠嚟嘅，好可惜啊！再慢慢移下。入咗嚟一間好有代表性嘅圍籠屋裏邊呢，佢個門口呢仲係叫做鋼啊，好實淨，仲好實。係啦，啲木好靚，仲好實淨。嚇，佢係上邊有個栓，咁然後呢啲呢係可以攞走，然後就可以出入，好實淨啲木嚟啊！係啊，以前啲木。哇，係好犀利。樹齡長啊。係。你同佢真係似我同佢睇親。真係似佢。好耐冇單個睇佢啦。就係頭先我見到嗰個門鋼啊，係咪好新奇呢？以前細個呢，可能以前啲鋪頭有啲係咁樣嘅。有機會參觀圍籠屋其中一個單位嘅樓上，就係頭先個單位。據屋主姐姐講呢，係佢阿嫲以前住嘅地方。呢啲肯定都係幾百年嘅，幾百年嘅屋嚟。你喺廣州啊？唔係香港。香港哦，香港。因為我對呢啲嘢好有興趣嘅。係咪啊？即係其實歷史嗰啲嘢，我哋女嘅可能就冇。哇！而家我在過成咗人疫情之前啊，就仲做呢啲係客家話嚟嘅。就上馬段去印尼看啊，
而邊成嘅係要前期學嘅，係要阿哥即順即係阿哥又很專哦。阿哥冇係。對於溫呢個姓氏咧，仲有少少補充嘅，因為晉朝嘅皇室司馬氏咧係嚟自溫周朝一個封國溫國嘅。司馬氏咧嚟自溫呢個地方啦。咁宋朝咧司馬光咧就曾經被封為溫國公。所以好多人咧叫佢做司馬溫公嚇。